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招你来研究一站日本时代记载历史流传的事故人。台湾历史的变迁尽在其中。见面头一句讲。家人岭顶做烟墩，河尾港口点破船。番仔烧台，阮唔惊，着台翻头来赏云。旧年5月13迎成王，今年5月13抢军装。抗武大一时走去死，害阮百姓反乱徛白旗。吼，讲若要甲番仔烧台吼过去，咱哪有信用的、有牌主的就对啊。家人岭顶做烟墩安炮台，河尾港口清朝甲法国拼的时阵，咱嘛抬翻头来赏云。像咱讲即马日本来哦，日本要来介管哦。旧年啊，搁留咧伫咧迎成王，今年就爱抢军装，抗武台就是台湾孙武清廷命官唐景祥，啊无人敢家己走去死，这就害百姓反乱。啊，朋友，这个资料对倒来。日本侵来介管台湾的时阵，台湾总督府调集一寡专家学者，组织一个台湾冠式研究会，去研究一寡清朝民间的法律，佮有民间的风俗，抄出这条四句联来斗句。来讲吼，这满地男男女女，无论捌字唔捌字，拢咧念讲对咱日本人的批评。搁刷落去四句联讲，抗武大一时走去死，害阮百姓反乱徛白旗。是人皇帝太不懂，放伊当阳来做王。当阳做王未是在，下到老二拍起来，老二当阳来相对，害阮淡水做战场。当阳不比红门番，看伊食青比人较不堪，惊伊将来哪变哪歹，总着离了台湾心才安。批评皇帝讲太不懂，才会放伊当阳来做王。毋过咱知影。当阳要来做王，日本要来台湾，也无遮好食困。下到就是讲下港老二，老杨吼乌旗军已经拍起来啊！结果吼两军相前嘛是用咱淡水做战场，这条四句联收线，才来表明讲，看当阳人是食青比人较不堪，惊伊将来哪变哪歹要安怎？所以望讲吼，当阳人会当离了台湾，咱这百姓心肝才会安定。毋则国情头拄我来讲，这真正是反映台湾的历史，日本人来介管记载落来，真奇卡艺术的四句联。